消息来关心外省料理即马长时行，恁的银行上新的调查访问到的人，拢总有4成5，拢捌叫过外省的服务。其中有1成的人，逐礼拜上少叫外省叫5届。即马生理长兴，有4成的人想要做外省的工课。也毋过外省人员嘛出来讲，虽讲外省一个月可能上济会当赚10万块，也毋过趁食，若是无趁就无通食，钱歹趁，趁的拢是辛苦钱。若是路会发生意外，就要家己顾驶，家己负责。 伫路恁四界拢会当看到外省人员徛着车咧送物件，屏东人的经济真正是足热的。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，有4.5成受访问的民众捌使用外省的服务，更加有将近1成的民众每礼拜拢爱叫外省至少5摆。另外，调查嘛指出，受访问的民众每礼拜平均叫外省的费用是733块，大台北地区平均有926块，是全台湾上济。看准屏东人的商机，这位张先生对坐办公室来转做专职的外省人员，每个月收入嘛对26000块起到8万块。就是过年的时候，就是想说先兼着跑，那个礼拜其实就已经快要到我那个贸易商的那个薪水了。只是每个月要赚8万块，一天就要连续走12点钟，爱真认真骨力来接单。调查嘛发现，有将近4成的民众有意愿来投入这个外省的工课，主要是因为时间较好分配，袂影响到正常的头路。也搁有这个工课需要的条件无悬，其中搁以传统的产业投入的意愿上悬。不过外省人员嘛有看袂到的风险。他就是跟你讲说，我就是摆明的。 没有劳健保，你要不要加？就是你自己，这是你自己选择嘛。就是我身边有很多同学在做外送员的工作，基本上不是有出过车祸，就是有那阵子可能皮肤状况很差，或者是可能气喘而发生。大部分外省的平台并无替外省人员来保劳保甲健保，发生意外，敢若会当家己来负责。外省人员关薪水的背后，心酸嘛袂少，想要来抢这个外省市场的大饼，都要家己好好思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